各位大家好，我今日就會讀出閱讀人生100篇李怡著 topic， 人到死都要懷抱夢想。只要係貧窮，不管喺邊度都有同一個面貌，不同嘅係面對嘅係貧窮嘅態度。面對困境，態度可美、可醜、可堅定、可軟弱、可剛烈、可逆來順受。左學嘅超級阿嫲教你輕鬆地慳下3餐。孫兒小學3年級放學回家，書包仲未放低就嗌啦：阿嫲，我好肚餓啊！但係屋企就係乜都冇，於是外婆回佢一句：係你神經過敏啊！孫兒就講啦：講咩話？出去玩？外婆竟然講：出去玩個肚會餓喎，瞓覺啦！但係先係下晝嘅4點半，但係天氣實在太凍啦，於是孫兒轉入被窩，不知不覺瞓咗。夜晚11點半餓到醒過嚟啦，搖醒身邊嘅外婆講：我真係好肚餓啊！外婆講：你發夢啫。左學嘅阿嫲喺河邊撈起從上游市集流落嚟嘅菜葉，好開心咁返屋企。佢嘅腰間綁着一條繩，拖着一塊磁鐵，一路走，一啲鐵釘鐵片就喺磁鐵閘中。返到屋企，開心咁卸下鐵釘鐵片，攞到市場賤賣。佢講：再艱苦，亦都讓老天笑出聲來。超級阿嫲有好多經典語言，比如東西只有執回來的，沒有掉價。時鐘反着走，人們會覺得時鐘壞咗而掉。人亦都唔好回顧過去，要一直向前衝。人到死都要懷抱夢想，即使唔能夠達到都無妨，因為終究都係夢想。左學嘅超級阿嫲作者島田洋七講：我會克服萬難，堅持我嘅升上演藝員之路。阿嫲絕對係最關鍵嘅影響，因為阿嫲講：不照自己嘅想法去方式過活，咁係唔得㗎，因為呢啲係自己嘅人生。台灣作家吳念真亦都講：左學阿嫲展現咗樸素嘅感情、開朗嘅智慧，呢啲東西係每個時代都適用，雖然好簡單，卻令人動容。人應該照顧自己嘅夢想去方式過活，因為呢啲係自己嘅人生。人應該到死都要懷抱夢想，即使唔能夠達到，因為佢終究都係夢想，但係卻可能真係有實現嘅一日。全文完，各位晚安。